像这食真侪高热量的烘肉甲肉饼，真侪人会想讲，安尼食一寡油啊，毋若消除掉罪恶感，阁会当帮忙来排便。最近网络顶嘛有大量的文章，讲逐工来食一粒油啊，冲啊美白祛斑。 胆固醇阁会降，这个对咧降落来。但是咱的记者实际来查证发现讲，毋是每一个人拢适合食油啊哦。若是甲降血油的油啊做伙食，阁有可能会致使油脂衰竭。来看今仔日的拍假特工队。 中秋烘肉上惊食伤油、伤过咸，配一粒纤维丰富的油啊，酸酸甜甜的滋味，马上就袂味。不过最近伫咧网络顶头，就文章掺影片咧流传，讲每一工若是固定食一粒油啊，对皮肤真好。咱实际问过营养师，伊讲油啊虽然营养，但是千万唔通认为油啊食愈济愈好。 油啊有丰富的维他命 C， 毋但对皮肤要变白有帮助，但是有袂少民众相信偏方，将油啊皮摕来抹伫咧皮肤顶头，安尼毋但袂变白，也阁会生斑。我们要注意的就是，如果当我们剥完柚子皮之后，如果你手没有洗干净，因为柚子皮上面有一个光敏感素，那这个东西它接触到阳光的时候，反而是会变黑的。柚子虽然不甜，但含糖量还是很高，其实1颗的热量就高达300大卡，相当于1碗白饭，所以建议民众一天的摄取量 多达1/3颗就好，才能避免热量超标。专家就提示讲，油啊内面有呋喃香豆素，会影响到药物的代谢。譬如讲，若是将降血油的油啊斗阵食，有可能会造成急性的油脂衰竭。另外，若是食降血压的药啊，会致使你的血压袂过低。若是食定症的安眠药，有可能会唔但爱困，也阁会头壳戆。也阁有心脏药掺治疗低波灯的药啊，嘛唔通做伙食。若是挡袂牢想要食油啊，你的油啊一定爱隔顿才食，要无就是莫食。 它的纤维含量比较高一点点，那它可能会造成的一个如果说对肠胃比较敏感、比较弱的民众的话，可能造成一个腹泻的情形。油啊虽然好食，但是物件食济拢无好处，也是要好好控制热量，评估你的健康状况，才会当食较安心。